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人人醉。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爱中国。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谢谢大家。你的愿望是什么？我愿望是祖国富强。哇，太棒了！你的愿望呢？我的愿望是考上100分。哦，你的愿望呢？我的愿望是家乡变得越来越美丽。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是考上大学，还要入党。哇，太棒了！小八郎，你的愿望是什么？我长大以后找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抖音。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艾克达，张老师，我们国旗的名字叫什么？五星红旗。凯日妈，国旗的红色代表着什么？革命。首都在哪里？在北京。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56个民族。我们中国的全称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斯玛，我们新中国是哪年成立的？1949年。我们国旗上面的4颗小星围绕着大星，寓意着什么？各民族大团结。小朋友，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最自豪的感受是什么？你多大了8岁。8岁了。哦，你爱我们的祖国吗？爱。为什么热爱祖国啊？因为我是中国人。哦，你是中国人。那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啊
56个民族。中国有多大的国土面积啊960万个平方公里。哦，真棒！好，送给你个小礼物啊。谢谢。啊，好嘞。你几岁啦5岁了。 5岁啦。哦，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吗？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56个民族。 ？56个民族啊。哦，你爱我们的中国吗？爱中国。爱中国啊。好，送给你一个玩具啊。 Partiye hükümet sana işini, muşu vazifeni sana tapşırgan iken sen partiye hükümetin ümidini çok aklaşın gerek. Elsiz partiye hükümetke ezilip kaytırışın gerek. Adam diyenin minnettarlık duygusu buluş gerek. Sen de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黑猫姐。你是哪个外小朋友？我是小朋友。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10月1日是谁的生日？中国妈妈生日。我们的祖国叫什么名字啊？中国。请你们用一句话证明你是中国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用心生于华夏。我们应该要筑牢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果新年有颜色，那就是中国红。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我们的职责。庆幸自己生长在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叫做中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中国人。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此生不会辱华下来时还做中国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们打过免费的疫苗。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辈是我们的光，吾辈是中华之希望。我们做7天1次免费的核酸。少年强，思国强。凡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